再婚家庭喺夫妻、親子、手足關係，以至家庭界線、功能等等方面都比一般嘅家庭複雜。繼親即係現任配偶係離異人士，而與前配偶育有子女。除咗經歷同配偶嘅愛情生活之外，對於冇做過父母經驗嘅繼親嚟講，要擔當父母嘅角色實在唔容易。今集嘅再婚再出發，新的挑戰，會同大家分享繼親進入家庭嘅時候將會面對嘅處境，等再婚家庭可以有更加清晰嘅準備。喺自我心理準備方面，首先要清楚了解同埋準備好自己需要同新成員共同生活，隨即肩負父母嘅角色。鼓勵繼親可以參考自己成長經驗，並且了解自己嘅管教風格，同配偶商量管教上面嘅配合同埋關注，了解孩子過往家庭嘅文化、規律同埋習慣，一齊揾出適合嘅溝通方法同埋管教技巧，例如孩子嘅自理、生活習慣、功課學業點樣分工、獎罰嘅標準、兩個人角色分配等等。第二，鼓勵繼親可以放慢腳步，同孩子先逐步建立關係，以朋友或者支持者嘅身份協助照顧孩子。其實關係嘅建立係從日常生活嘅相處經驗積少成多。繼親可以嘗試了解孩子嘅興趣、嗜好，互相認識同埋了解。只要持之以恆，用心去愛，孩子係會感受得到嘅。另外，繼親可以嘗試了解孩子所經歷嘅情緒，例如係失落啦、傷痛、遺憾、需要、矛盾等等。孩子有時可能都會表達對非同住嘅親生父母思念之情，甚至期望親生父母有復合嘅機會。繼親必須要給予最大嘅諒解同埋尊重，容許孩子需要多啲時間接納自己同埋新家庭嘅組成，唔需要急於期望孩子稱呼自己做爸爸或者媽媽，反而可以用開放嘅態度了解、尊重唔同嘅選擇、照顧同埋教養方式。對於重組嘅家庭而言，前一段婚姻所生嘅子女會感到係被安排進入呢一個新嘅組合，需要時間建立情感聯繫。只要大家願意多啲商討、了解、調節彼此嘅步伐，先至可以令到新家庭更加能夠和諧共處。如果你或者配偶喺重組家庭上面希望得到諮詢同埋支援，歡迎你致電28101225查詢本計劃服務。